里酸酸？对，加贺，哪里酸？真的哦，那你要拉到这里才行了，对不对？这样子才会酸了，幅度会更增强，很厉害。好 ，OK， 那我们来脚踏一踏，踏一踏，缓一下哦。好，哎，上礼拜在那边你比较快，好像有人。好哦，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接着上跟松大一起上线上的课程。我们在这边看，今天是丹医师的耳鼻喉科，我听过他一场讲座，我觉得很棒，他也加上一些见证分享，非常的好。他是你的医师哦，他在哪里开业？南平，哎，南平路是。南平路是不是基友？对。我一点都对桃园完全。我小时候住龟山，我在龟山长大的，民传那边。然后我28岁结婚，我就嫁到新庄，所以我现在对新庄，我对桃园已经很不熟了。好，大家好。哎，那个佳琪，我们老师上课了吗？好。好 ，OK。如果有的话，好。魔杖的。麦克风关小声一点嘛。那我要用这个按码，对不对？对。你可以试试看。可以，你在后面那里。对，那个是在那边。我按着。对，你要对后面。为什么会一直会有回溯？那我怎么看我的？等一下，那老师你的泡沫你在，你没有？但是我可以直接看你。可以，你可以，你就如果是后面的帮你放也行，也可以从后面帮你按。好啊，那从后面帮。好。但是我自己学怎么放，是这个。没有，如果你要这边放的话，那个你的 PPT 要放在这里面。哦，好。要把它拉到这边，然后那可能要。我知道，可能要请
自己没办法。然后后面放回来，是可以没有他看不到，所以他只那边。这样我可以按这个吗？对啊，然后你要注意的是，因为线上连线，所以你的脸要在这个一直站，然后讲话高，还是你试试看声音。我们今天是实体上课啊，所以有3个地方，有3个地方就是在网络里面，还有教会的4楼跟教会的7楼都有实体上课。啊，现在是老师在实体上，在教会4楼有实体，欢迎各位来参加啊。张医师他今天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有关耳朵。鼻子就是耳鼻喉部分的啊，是我讲他的取的这个名字非常的棒哈。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耳听你，非常棒，我们鼓励欢迎他，我们拍手欢迎他。谢谢光福校长的介绍哈。那为什么取这个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耳听你？那如果有还记得有上课，我们是讲嗅觉嘛，所以就之前有闻到有你，现在呢就亲耳要来听见你。我本来想说，今天应该是实体嘛，很多也开放实体了。我本来想说是全部的同学会在一起，不过对可能有风扇了，没关系。我想说要亲眼见见那个校长还有副校长他们口中说的这么多睿智的长辈，因为一直听说这些长辈非常的好学，然后也非常的睿智，有很多人生的智慧。那我想就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讲的主要就是这个耳朵的这个有关的一些疾病了。那一样，在了解这个耳朵的疾病之前，我们还是要进入一点点上课的时间。来，这个图可能如果是网络上的朋友，可能看不是非常清楚，看得到吗？可以啊，它这里有个抛布那个红点，可以比吗？是按哪？这个吗？有是吧？好 ，OK。你说你要什么红点？他说没什么。这个喂。这回应会不会太高？红点。不好意思，那个可能看不到那个红点了哈。不过大家就是就直接比不到，有没有那个棍子也可以，棍子也可以，因为那个没有红点，比不到。对，指挥棒也可以。拍谁？没关系，我直接比好了，好，这样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不过那个 PowerPoint 好像上面没办法比，对不对？可是它上面分享的画面好像看不到，只有现场的这个荧幕看得到。可是现场的荧幕看不到那个整个画面。不是，我是说我是网络上的。好 ，OK， 好。那我就跟现场的直接，那我直接比就好了。如果现场的同学就直接比就好了。那个我们的耳朵上面，我们耳朵的构造有分成外耳、中耳跟内耳。这个是胚胎发育的关系。那可以为什么要分成外耳、中耳、内耳？我们身体的疾病80%-90%都跟我们的解剖构造有关系。
哦，我们的特殊的解剖构造就会有特殊的疾病。所以我们在了解疾病之前，好，我们在医学院训练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这个人体的构造。好，那我们先看外耳，好，外耳就是我们一般耳朵，如果有经验去看过耳鼻喉科医师，他就用一个灯去照你的耳朵，那外面看得到的就是外耳。好，最简单是这样讲。那中耳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耳炎的部分。啊，那里面有一些听小骨。我们人体最小的骨头，我们人体有300多根骨头嘛，最小的就是这3个。好，大概就是像一个，如果在显微在那个实际上看，大概就是像一个圆珠笔的大小。哦，那这个中耳里面之后就是内耳。哦，内耳我们是从外面看，就是从耳朵外面看不到的。哦，那我左边的这个图就是内耳的一个解剖构造。内耳的解剖构造也分成2个部分。好，一个是3瓣规管，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一个管子。好，上次有一个学员他有在问说，我们会有晕眩嘛？哈，会有一个叫耳石脱落，那个就是耳朵一个石头掉在这个3个半规管像水管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它在动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晕眩的一个神经。好，所以它有神经有分成2个。内耳有两个神经，一个是管晕眩的神经，就是管平衡的神经；那另外一个就是管我们听力的神经。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耳刮嘛，哈，耳朵的刮钮。哦，所以你看，大家看像不像那个刮钮的壳？这个就是耳刮。哦，耳刮就是像刮钮的壳一样，那里面呢会有一些液体。然后呢，液体之后，我们听到声音之后，它会震动，震动之后传到液体，然后再进入神经，然后传到我们的脑部。哦，这是简单的一个构造。好，那这个就是还是要讲解一下，还是要讲解一下那个有关那个听力的传导的那个过程。这个图很复杂。哦，这个是考医生的，不是考大家的。哦，大家也不用抄笔记，这个对你们来讲应该不是什么重要，哦，对考试很重要。不过大家就是大概知道一下，神经是怎么传导的，哦，因为等一下还会再讲到为什么要讲这个传导。好，我们一个音波进来之后，它借由这个耳朵刚才外耳进来之后，我会经过中耳，中耳不是有听小骨吗？那3个小骨头不是没有作用的，它是用来像杠杆原理，它会放大声音，然后放大声音之后就跑到内耳，那内有一些液体，我刚才讲液体的震动，然后就会传到神经里面去，然后它就会到脑部这个地方，好，到这个叫做中脑的地方之后再往上跑，好，这个是一个这个叫视丘的地方。视丘大概有个概念啊，视丘是一个管很多资讯过来的，哦，就是像上次看到的嗅觉、视觉、听觉，哦，甚至味觉，它都会经过这个地方，很多的资讯在脑部里面做一些沟通啊、交通之后，然后再传到我们大脑的皮质，哦，这个就是我们俗称叫颞叶，哦，就是我们听觉的那个。听觉感受的一个区域啦，脑部的区域。好，这个图上次也有讲过。哦，如果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可以100%确定你一定是天才，因为我自己也记不起来哦。不过我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上次讲到的是嗅觉，对不对？这个绿的这个绿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颞叶的地方，哦，颞叶的地方有管很多的感觉，哦，上次有提到嗅觉在这个位置，哦，这是我们在提到的是听觉在这个位置，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嗅觉、听觉其实是连得很近的，哦，那我在左边这个图有讲，我们颞叶就是这个地方管的功能主要是什么？一个就是听觉，听觉的资讯整合。那另外一个是听觉的语言感知，那另外还有记忆。如果上次
大家上课还有印象？好，我们的嗅觉跟我们的情绪跟记忆都很有关系。哦，所以不是这么简单哦，这就是光听而已哦，或是闻到东西而已。这个跟我们的心理的感觉都很有关系。这等一下会再提到为什么，这是有研究证实。好，那最简单一个问题啊，来找耳鼻喉科医师说，先生，我听无呢，哦，我听无，这个又是很主观的感受。我你讲你听无，哦，啊，可是看起来耳朵好像还好，那怎么办呢？哦，就是一样，上次有帮大家介绍那个嗅觉的测试，那听觉怎么测试呢？好，来最简单的，如果这样看以前很古老的那个医疗片，是不是医生会拿一个像音叉的东西，空，然后就在你耳朵里面听，啊，或者是你现在如果说大家有到教会来，手中对不对？可能空，差不多是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它的每一个音叉有不同的，你看这个有大小不同，啊，因为这里面的这个字太细了，大家可能看不到，上面都会有一颗128。512，啊，等等等等等，它上面那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就代表它敲出来会是什么频率，啊，就跟我们手中敲出来会有什么样的声音类似。然后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拿到你耳朵去听一听，啊，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了哈，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让你听一听。不过最简单就是它敲了之后让你去听一听。好，那拿什么当比较呢？就是如果是医生是正常听力，那就是说敲的时候你听，哎。你听得到吗？然后我再听一听，哦，我还听得到，你已经听不到，那你就听力有问题，哦，这个是最简单的哈。那当然现在不可能把病人让每一个都敲一敲，病人大概就烦死了，你每一个音叉都这样去敲一敲，太累了，哦，所以现在有那个专业的听力师啊，哈，就是在左边那个，在你们右边的那个一个仪器。那个大家如果有去做过听力检查，或者是在去配助听器，然后去助听公司，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仪器，所以他们这个是很专业的哦。里面那个空间是要完全隔音的，然后那个机器哦，你看那个不是像我们讲到这么简单哦，它那个还有很多按钮，就是因为我们测试听力哈，不是这么简单哦，所以有些人哈，我们在医院会常常遇到。有些病患啊，有些病患，因为他想要，怎么讲，就是说他是残障，然后他就说他听不到，他就要来做检查。哦，那你大家都很简单想，哎，那你听不到，我就假装就好了，我假装全部都听不到就好了，都不要按，因为他这个就是发一个声音，然后你就要有听到要按一下，哦，那这么简单就好了，就不是这么简单，他会用很多的方式。用骨头的传导，用气体的传导，然后在左右的传导，哦，很多测试，它可以辨识说你到底是不是在作假，哦，所以这个是很专业的，所以听力师要经过很长时间训练，哦。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医师在看的，好，那个听力师他就会把它做完检查，就给我们一个图，好。我们先不要看左边这个图了，我们先看右边这个图。哦，右边这个图就是我们那个听力图里面最有名的，就叫香蕉图。啊，为什么要叫香蕉？它上面会写蓝蓝的，其实有时候会画黄黄的，就这个区域。哦，这个区域叫做蓝蓝，这个区域叫做香蕉区。香蕉区就是我们正常在听东西的时候，哦，就是靠这个范围在听的。那大家都是说，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上面这是什么意思？那下面是什么意思？哦，这个最简单就是上面就是频率，就是刚才不是有讲音叉吗？音叉敲了之后会有什么频率？它就是从低的频率到高的频率。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你越下面就是越大声。哦，如果你越大声才听得到，哦，就是听力越差。所以它这个蓝色这一条是什么意思？蓝色是代表左边的耳朵，哦，红色就是代表右边的耳朵，就最简单。所以这个人如果做这个检查做出来，这个人这个就是左边的听力有问题。哦，一般我们的听力正常的哈，就是大概
在我这个年纪，大概都要在25到30分贝这条线，哦，以下呢都是算不正常。哦，那边有看到很多网络上的那个朋友可能看不太清楚，现场的可能看得到了哈，他就会写说啊，我们大概什么样的声音会落在哪一个听力的区域，好，所以你看我们最常讲话就是有2个人在讲话，是吧？画文化是2个人在讲话，好，所以我们听力讲话的区域就是差不多在500到2000左右，那声音的大小大概就是在15分贝到45分贝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正常人在讲话的音量。好，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在做听力检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它最左边那个比较高频的声音。高频的声音它会列出我们有讲话的子音跟母音。高频就是子音，子音就是呲。那这个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听力是高频的受损了，就是呲那个声音听不到了，我们辨识语言的能力就会变比较差。你会听到那就甘露能一下，就是有听没有懂。所以如果有些长辈他们会来诊所，他就说啊，别人讲话我知伊在讲话，啊不过我拢听无呢，就是因为高频的地方受损。高频地方受损了，你那个子音就听不太清楚。那有的时候就是手机的铃声都是高音的，所以就是我都会跟来诊所的长辈讲说，啊，你那个手机要调比较低的那个声音哦，因为就是有一个病患他在面前，就是他手机带着，已经亮到很吵了，他自己都还不知道。我说你手机是不是响了啊？他说刚无没有，他就拿起来，他真的有响。这个就很危险，而且会有一些漏失掉一些讯息，因为你在走路的时候，如果说那个喇叭是比较尖锐的，按喇叭你就听不到，那就很危险，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好，那有人说，那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按的啊，就像刚才讲的，有人就是随便乱按啊，想要骗人啊，那怎么办呢？那个科学家没有像你想的这么笨啊，就让你这样骗过去，有这种刚才叫做主观的检查，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你有听到就按，有听到就举手，那这样子是叫做主观的。那有没有说你都不要举手，我就测你的听力？有这种检查，这个叫做脑波检查。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啊，就是小朋友刚有 baby 要出生，我们现在台湾都会做一个叫新生儿的听力筛检。就是因为听力筛检有它的黄金时间，如果你3岁没有把它检查出来，那之后学习就会有障碍。所以通常在3岁以前，就会在出生的时候就会让你勾，你要不要做听力筛检？这个就是这就是所谓听力筛检。那听力筛检是怎么弄？就是在我们的脑部上面贴一些像电极片的东西，它会放电的时候它会有脑波，这个就是。上面这个波就是它测出来的波，就是长那个样子。那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些老师会跟我们讲说，你看像不像观音山？我心里想说，一点都不像。可是他说很像啊，因为那个是耳朵，他是听力学的大师啦，说他老师说的像就像啊，就是他说那个波形像观音山的像。那下面呢，我刚才不是有那个看那个。神经的传导图，为什么我要放那一张图？就是我们这个在收集脑波的时候，它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点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波，所以我们看这个波，万一什么地方有出现问题，我们就可以猜测它的听觉的传导的路径，哪个地方有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刚才前面那个图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神经的传导的路径，好，前面的困难的地方过去了，忘记就算了。接下来呢，就是进入真正比较跟我们实际上有问题的有关系的就是听觉失调了，我们统称叫听觉失调。失调有很大的部分，就是一个就是听力受损嘛，我
们听不到，就刚才讲的听不到怎么办？听不到最常见的因素就是神经受损。神经受损，刚才记得到神经是在哪个地方？就是在内耳。这个外耳和中耳，这个就是分开了等一下我会再一个一个讲。那神经受损呢，最常见当然就是老化了你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老了就退化嘛但是估计大家不要想说老化是那个年长者的专利，统计45岁我们以上就开始听就在退化那个是以前做的研究现在这个噪音这个社会噪音越来越多，听耳机环境的噪音越来越多，这个比例又比以前还要高了那噪音还有分2种，一种是慢性的大家说有人说没有我住的地方没有很吵我工作的地方没有很吵那有些人就是长期要戴耳机像大概年长者比较不会，年轻的新一代你看你出去看公车上每一个都戴耳机还都戴很高级的，戴蓝牙耳机我自己的小孩他也都戴耳机，其实这个都会造成慢性的听力受损如果你戴很久之后，到你年纪45岁以后，它慢慢的我们的听力又慢慢退化之后，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噪音的伤害就会慢慢出来。那噪音的伤害最常见的是哪个部分？大家考一下大家记忆，是哪个部分最容易受伤？哪个频率的？比较低的还是比较高的？比较高的，比较高的频率就是比较尖锐的声音，比较容易受伤。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高音呢，我们人体很奇妙，上帝创造我们人体很奇妙，我们每一个不同的频率的声音有不同的细胞在管低频率的声音有低频率的细胞在管，高频率的细胞的声音有高频率在管。那高频率的那个细胞特别脆弱，所以它只要不管是有生什么病老化缺血或是病毒感染，它就会受伤。所以通常都是高频的地方先受损就是我刚刚讲的，你那个吱听不清楚，有听无有听那无听所以有时候这个课我应该也要跟，如果线上有那个年轻的朋友千万不要跟你们家的老人家太 argue， 他真的是听不到你讲什么，有听没有懂不是他故意要忽略你，不是说故意不想听你讲什么话，他是真的有听到，但是他听不清楚，或是没有办法知道你在讲什么那还有很多问题了还有很多原因，例如说药物啦、慢性病那慢性病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跟洗肾这个都会造成听力会受损。那糖尿病它本身就是小血管就会有病变，所以它听力通常会提早退化洗肾也是差不多原因。洗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洗肾就是身体毒素排不出去嘛我们身体有一些毒素其实很容易伤到我刚才讲的那个内耳的一些细胞，那个内耳细胞非常的娇弱，它有时候稍微血液供应少一点点或是稍微一个刺激它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比较重金属的刺激，它就坏掉了所以有些像药物像最常见的就是以前常常会打那个我们叫做以前大家这个年纪的有没有常常去医院去打个针？就是感冒他都说你什么地方发炎喉咙发炎，什么地方发炎就打一针，在肌肉打一针。那个叫做捐他埋信，就是它是一个霉菌型的抗生素，那个特别容易会伤听力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事，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去打那个肌肉的那个打针打针其实有些都会损害听力，像类固醇也是损害听力常常如果说你如果说到有些诊所里面，他打的针里面，他为了要让你止痛，他就会打类固醇，类固醇也会伤听力。当然有些情况是必须要打，那是例外。但是如果有些我看到有一些，我诊所在刚开始我在桃园开业的时候，有一些诊所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他过来就是说，他被搞住几粒虾嘛。被搞住几下我就跟他解释说你这个没有必要，不需要
不需要这个打针了，有必要的话我会帮你打。哦，那另外的话就是刚才讲到这是神经受损的部分，它病毒刚才有，大家就会说，哎，现在是不是最害怕的就是冠状病毒嘛？上次有提到冠状病毒会破坏我们的嗅觉神经，哦，所以会闻不到，哦，但是什么病毒会破坏我们耳朵的神经？哦，现在是研究是比较偏向疱疹病毒。好，疱疹病大家想不到哦，那个疱疹病毒有2种哦，不是像丝有2种一样，疱疹不是只有1种哦，疱疹有2种，一种叫做单纯性疱疹，一种就是叫腿爪的这种带状疱疹。哦，那带状疱疹这种病毒，它小时候感染，水痘就是带状疱疹的病毒。哦，所以小时候得了之后，它会藏在你的身体里面哦。哦，所以如果说大家那个长辈有就要去医院，他会如果说年纪比较大的，会推荐你说要打那个疱疹病毒的疫苗，哦，就是为了要防止那个带状疱疹。那这个疱疹的病毒，它会躲在我们的内耳里面，趁你就是脑部里面，就是我刚才有一个神经的毒，它躲在我们脑干的那个地方。那如果说你比较虚弱的时候，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它就会活化起来。哦，它就会长起来，它长起来就会破坏你的神经，哦，就会造成你神经的受损，哦，好，这个等一下会给大家再说明一下这个病，哦，那外耳阻塞那最常见的，这个就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有耳屎，好，很多病患要来挖耳屎，好，那大家问一个问题，耳屎需不需要挖？要挖耳屎，好，要的多，对不对？不然我耳鼻喉科医师要干嘛？要吃什么，对不对？也没错啊，大部分，有些耳屎一定要挖，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的，大部分是不需要，不然那个中国5000年历史嘛，大家都知道，以前也没有耳鼻喉科医师啊，虽然有专门在挖耳朵的哦，之前看那个大陆那个对岸的节目是有一些专门在挖耳朵，台湾也有，因为我之前就有个病患，他说我才刚去那个一个专门挖耳屎，说现在台湾还有这个职业，就专门帮你挖耳屎哦，所以现在这个职业还是存在的哦。那大部分的耳屎是不需要挖的，哦，不然那个以前的人没有耳鼻喉科医师，那耳屎不是多到满出来，哦，其实我们耳屎它自动会从我们的最里面就是这个中耳的这个地方，耳膜的地方，慢慢它每天会排一点，往外推，所以基本上它推到最外面就是等于像碎屑掉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皮肤有皮屑嘛，对不对？你从来没有说你要自己去把它剥掉嘛，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少部分例外，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有一些耳屎是不清不行，因为它如果把你的耳朵里面整个都占据了，它有时候会腐蚀你的骨头，它会因为它压力，它一直膨胀，它会慢慢的腐蚀，因为压力的关系，你的骨头会被腐蚀掉。那甚至如果有长到里面去，它还会把你的骨头吃掉，造成脑膜发炎，这个都是有，这个等一下会再提。大家就是有一个观念，耳屎大部分都不用夹，所以只有少部分情况，因为我们要看小朋友，如果说他有没有中耳炎啊，要把耳屎夹掉才看得到中耳，那就我们医师来夹就好。自己在家里不要夹，因为我遇到有问题的都是自己夹出问题的，不是把耳膜弄破了不然就是弄到发炎啊，不然就是弄到流血。这个观念大家记得，耳屎大部分不用夹。那有异物有这个当然我们大人不太可能小朋友遇过很多了但是也有遇过那个德国蟑螂对，有些虫真的会跑进去，像德国蟑螂啊或者是大部分小朋友就是那些小小的塑胶球啊或是纸啊就塞进去，那这个拿不出来，不拿出来也没有关系，不会有痢疾的问题提醒大家不会有痢疾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会引起发炎，所以有看到我们通常还是会尽快的把它夹出来那还有外耳炎这个等一下也会图给大家看。外耳炎以前最常见的是叫做
英文叫做 summer ear， 就是叫夏天耳。哦，为什么叫夏天耳？因为夏天最容易发生外耳炎。哦，第一个容易流汗，哦，第二个会去游泳，哦，不是夏天，应该是 summer swim ear， 就是夏天游泳的耳朵。哦，所以你去游泳的时候，然后那个水，我们的水不是完全无菌的哦。哦，你看起来无菌，看起来很干净，其实里面都还是有细菌。哦，所以只要那个泡得太久，哦，有时候不小心去挖了一下，它就发炎。哦，等一下也会有图给大家看。哦，那另外就是霉菌。哦，霉菌台湾真的非常多，我在门诊很多都是霉菌的病患。那霉菌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耳屎会长得很厚，而且它会释放毒素，所以它会造成听力受损。所以刚才这位朋友讲的，要不要挖耳屎？霉菌的耳屎一定要挖。哦，那怎么分辨是不是霉菌？最简单的，只要有一边的耳屎特别容易出现，而且常常长出来，然后挖都挖不完，那个就有可能是霉菌。哦，因为一般我们耳屎是两边都平衡的，不管是油性的，不管是干性的，哦，那个两边都是平衡的。那只要有一边特别，你说怎么每一次没过几个礼拜就要挖耳屎，那个就有可能是霉菌。哦，当然霉菌比较常就是会痒，就跟我们香港脚、香港手一样。哦，你只要想得到的地方都会长霉菌。哦，那接下来就是讲中耳炎。中耳炎哦，大家有个观念，大人很少中耳炎，所以如果说大人有中耳炎哦，大部分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哦，不过小朋友是很常见的，在国小6年级之前，大概8、9成，这个做过统计了，8、9成都得过中耳炎。哦，所以这个小朋友很常见，但是大人很少见。哦，所以大人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下面写的这个。哦，一个是耳膜穿孔，哦，就是破洞，耳膜破洞。耳膜破洞原因很多啦，就是大人比较常看见的就是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他耳朵有发炎，他不会去看医生啊，哦，就没有吃药，他就因为他中耳发炎之后，他就发炎那个脓积到一定程度，他就破掉了。他破掉之后，他又没有去理它，就耳朵那个脓就一直流到他自己好，所以那个耳膜就补不起来，就一个洞。哦，所以大部分是医药比较不，如果是年长者，都是以前医药不发达的时候没有去管它造成的破洞。现在已经很少，小朋友很少。现在小朋友大家都秀苗苗哦，生1个2个，那马上就有问题就带到这边来，哦，所以几乎不太可能因为中耳炎引起的那个耳膜穿孔，这个都是大人。那还有一个原因，家暴，哦，或是打架，哦，这个也蛮常见，这个我不是蛮常见，偶尔会遇到，哦，而且很奇怪，我发现我观察到一个。都是家暴那个人都会陪那个被他打那个人过来看，通常他都不会自己来，不是他自己被打的那个自己来，他都会陪他来，可能是一种补偿心态了，所以他就会陪他来，然后我都笑笑看着，就是好，然后他就是他的破洞跟一般我们中耳炎的破洞不太一样，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破洞是如果刚被打到破掉，是不规则型的，不过这当然没办法分辨，是我们的专业耳鼻喉科才能够发现哦。那就问大家一个问题：破掉有没有关系？如果是被打到外伤破掉有没有关系？例如说小朋友有时候在玩啊，不小心打巴掌啊，他破掉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哈。会不会补起来？会不会自己好？不会。哦。对，这个问题我很喜欢，因为要看医生，我才有钱赚。哎，说对也对，不过其实，如果是你被外伤打到的那个耳膜，只要你不是用那个什么挖耳朵的很脏的棉花棒啊，或者是很脏的铁的耙子去弄破，大部分90%都会自己好起来。哦，所以不用那么担心，哦，不用那么担心，大部分都会自己好。哦，所以这个观念又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哦，耳膜如果是被外力打的破掉的，只要不是太脏的有很脏的细菌的东西侵入的，哦，大部分都会自己90%都会自己补起来。那什么时候会比较严重，需要注意？
就是因为打得很大力嘛，有人打到会头晕啊。哦，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声音太大，它会传到我们里面，会造成，不是有两套神经嘛？一个是听力的神经，一个就是晕眩的神经。晕眩的问题，今天时间的关系应该没办法讲到。好，所以我们就是讲那个跟听力有关的。好，那如果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有关晕眩这个部分。不过晕眩这个部分就是稍微，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好，那打到头晕的话，那就表示那个打的力道太大，通常会造成神经的受损。哦，那神经的受损要不要马上处理？要，这个就要处理。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神经受损有黄金时期。黄金时期就是你如果没有马上吃一些类固醇的药，没有吃一些血液循环的药，它过了那个黄金时期，声音就不会恢复了。哦，它的那个受损就受损了，就死掉了，那个神经就死掉了。所以，如果是因为这个声音太大造成听力的受损或是晕眩的，这个要处理。哦，如果只是单纯破掉，那个通常会自己愈合。哦，好，那接下来就是讲中耳积水。哦，中耳积水也是一样，中耳积水大部分都在小朋友。哦，小朋友中耳炎之后，他就会有一段时间那个脓会变成水，会排不掉。那大人有没有？有，哦，大人有，大部分是鼻窦炎。哦，上次我刚刚有提到有鼻窦炎，上次如果有上课的话，哦，鼻窦炎因为鼻子跟耳朵它有一条管子叫做耳咽管，它是相通的，所以鼻子的细菌有时候会引起耳朵的中耳积水。哦，但是等一下会再看一个更可怕的，哦，不是要吓大家，更可怕的原因会造成中耳积水。哦，如果是鼻窦炎的话，就是把鼻窦炎治疗好。那如果真的不行，就是把那个水引流出来就好。哦，但是有个更可怕的原因，是卖个关子，等一下再讲。好，那另外就是胆脂瘤。我刚才讲说耳屎很严重，如果没有取出来，最严重就是这个我讲的胆脂瘤。哦，当然如果大家有仔细在听的话，哦，胆脂瘤它就是耳屎，其实它的成分就是耳屎。哦，那为什么叫珍珠瘤？哦，因为它耳屎它没有经过外面的那个，我们的我们耳朵里面会有一些腺体，它会染色，会变黄黄的，有的很黄，有的淡淡的，有的灰灰的，有的白白的。这种珍珠瘤它是直接从耳膜出来的，所以它是纯白的，所以你看起来在外面看起来就像珍珠一样白白的颜色，所以俗称叫珍珠瘤。好，大家也会等一下会有图，像这种胆脂瘤如果没有清干净，它就是我会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哦，把骨头腐蚀掉，哦，把神经都让它受损，哦，不止听不到，而会晕眩，然后甚至因为旁边还有一条，我们耳朵还有旁边一条颜面神经走过去，如果吃到颜面神经的话，连脸都会歪掉，哦，很可怕哦，所以这个胆脂瘤一定要处理。那胆脂瘤是现在很少了。非常非常少了，哦，一样是以前，哦，我刚刚讲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我们中耳炎之后就留下一个破洞，留下一个破洞，如果有些情况下耳屎会从那个破洞长进去，把我们里面的骨头都吃掉，哦，等一下也会有图啦，大家可能比较好了解，哦，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比较常见在成年人的一些常见的耳朵的疾病，哦。好，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看图说故事了哈。像左上这个图，左上这个图就是有一个破洞，左上这个黑黑的这个地方就破洞，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它的边缘就不太规则，对不对？哦，它边缘不是规则，不是一个正圆形的，这种就很有可能是外伤引起的破洞。哦，因为我是不知道这个病患，这个病患不是我的病患啊，所以我猜测这个就是他被打了之后或是外伤之后引起的一个破洞。好，那你看他旁边是干干净净的，哦，没有很脏，也没有什么东西留在这边，这种就90%都会自己愈合。好，所以不用担心，哦，就是不用说有破洞怎么办？哦，通常就是做个听力检查，确定神经没有受损。
哦，没有晕眩，那就观察，哦，如果会痛就吃一些止痛药，啊，如果不会痛就观察，观察1、2个月，通常就会恢复了，哦，那这个左下角这个有没有人要猜一下这是什么？有没有？这个，对，那个是右边，那是右边2个。好，你说这个像长东西嘛，对不对？啊，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叫做夏天耳、游泳耳，哦，就是耳朵整个都肿起来，有没有？看不到耳膜，耳膜就是这个耳膜要看得到是这样子，哦，但是看不到就是这里面是耳膜，外面整个都肿起来了，哦，这个会很痛哦，哦，会非常的痛，所以有时候连碰都碰不到，都没有办法碰，啊，所以就知道我们会用药水还有吃的药，哦，内外夹攻，然后一起来处理。那有一种大家要注意了啊，有一种叫做恶性外耳炎，它为什么叫恶性？不是它真的是肿瘤了，是因为有些糖尿病的病患或是免疫功能很差的，他如果得到这种外耳炎，它的细菌是非常毒的，叫做绿脓杆菌。绿脓杆菌非常可怕哦，它会没有，我刚刚跟大家讲，它会把骨头都吃掉，然后还会扩散到脑部去，然后在脑部造成肿瘤，不是脓疡，不是肿瘤，脓疡就是会连脑部都会有瘤。所以像这种急性外耳炎，老人就是比较有糖尿病的，年纪很大的，如果耳朵很痛的，千万不要轻忽它，不要说我就不要管它，吃止痛药就好。这个吃止痛药是完全没效，甚至连到诊所用抗生素，口服的抗生素都没有效，那个一定要去医院赶快用那个打点滴的抗生素，那种强效的抗生素才会有效。好，所以老人家要注意，如果是，他不会2边，他通常是一边，所以如果只有一边耳朵很痛，然后又年纪很大，然后或者是免疫功能有问题，例如他在洗肾，或是有在做化疗，然后他又有糖尿病，他耳朵很痛，这个一定要赶快注意。好，那右边有没有人要猜什么？右上那个图，猜对了，没有糖果，因为在诊所会给糖果，在这没有不给糖果。哦，就最上面那个就是胆脂瘤。好，大家如果可以仔细看啊，它这里有个破洞，中午这边一个破洞，它这个白白的，中间那个右上角那个白白的，像乳酪颜色的那个是照光的关系，它在实际就是像珍珠的那种白白的颜色。哦，你看那个耳屎哦，它理论上应该往外长，但是因为它有一个破洞，它就不往外长，就往那个破洞就钻进去了。哦，它不是恶性的东西啊，哦，它不是什么恶性肿瘤，但是它因为它耳屎会一直往里面吃，一直往里面吃，它吃到最后连骨头，因为我们脑部跟耳朵有一个薄薄的板子隔开，哦，就像我上次在跟大家讲的，鼻子跟脑部也是一个薄薄的板子，它会把那个板子刺破，刺破之后就造成脑部的发炎，哦，不过这个也是现在很少见的。现在医疗都很发达，就算是有胆子，有时候发现之后赶快开刀就可以治疗好，哦，很少会需要到住院的，像以前那个年代比较，现在有听过的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医院有去，有些医生会去那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做医疗资源，哦，那时候就会有他们在当地就会遇到这种真的会引起并发症，不过在现在的国家这种并发症很少。那右下角呢？大家应该都猜得到吧？右下角，哦，猜不太到，那个就是霉菌。啊，有谁沟啊？你看谁沟啊？真的，耳朵会有那个发霉的现象。那黑黑的，我们霉菌还有分黑霉菌、白霉菌、黄霉菌，是真的都有，有黑的，有白的，也有黄的。哦，这个就是黑霉菌。那它这个霉菌就会生根嘛。如果大家知道，在家里有什么那个壁癌或者是什么浴室有癌，它会生根。所以这种的霉菌，它的耳屎会变很厚，然后会吃得很深，很难拔起来。哦，所以会造成
听力的受损。好，可怕的时间过了，大家还没要吃饭，所以先忘记它，看起来有点恶心哈。好，那接下来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听不见怎么办？怎么办？最简单是找医生嘛，台湾的那个就医方便性这么高，就去找医生。但是你在家里怎么样判断要不要赶快去找医生？我刚才讲说。第一个你要先排除有没有突发性的，这个很拗口啦，这是专业名词。突发性感应性听力受损，传统就是有人俗称叫耳中风，有人叫做突发性耳聋，就是突然听不到，突然听不到，那每一个听不到都说，我神奇，我是不是突发性耳聋？然后他在网络上 Google 一大堆，吓得要死。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有一个333法则。333法则是什么？最简单就是3天以内，3个频率，有没有大于30分贝？我们跳到最前面。就这个听力图啊。如果连续3个频率大于30分贝。然后在3天以内发生的，这个在定义才叫做突发性的耳聋，所以不是每一个听不到就很担心。但是如果说，那做一个最简单的检测，就是你把你的2只，就是中指跟大拇指，你这样搓一搓，放在耳朵。你不要跟我说你听不到，听不到赶快来找我。这种声音大概就是25到30分贝左右。它这个是属于低频的，这是频率比较低的。如果你这个声音听不到，那就要么就是你听力真的差到不行，那不然就是有可能是突发性耳聋。这个最简单的测试啊。因为有些突发性耳聋，它不是说听不到，它是。有些人会觉得耳朵闷闷的、怪怪的，有些会有一点耳鸣，他会说他像耳鸣的声音，反正就是不太舒服。通常为什么要赶快要治疗？因为这个就是有黄金时期。我刚才讲是听力受损有黄金时期。所以你如果超过1个礼拜都不去管它，或是超过10天都不去管它，都没有用药物治疗，这以后听力就听不到。所以医生就跟你讲，对不起，你那个太晚来了，就听不到。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有这种突发性的耳聋，一定要赶快治疗。怎么治疗？就是我刚才讲的，有时候要用类固醇，有时候要用血液循环的。那另外就是要不要听不见，要看，如果是老化就没关系了。刚才说最常见就是老化嘛。那你如果说有需要手术的。也要，就刚才讲的中耳炎的并发症，就等一下会看到中耳会有一些并发症，例如说就是变成脑膜炎啊，或者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变成胆齿瘤，另外一个很少见，我刚才讲比较可怕，就是刚刚你说要卖一个关子，会有听神经肿瘤，等一下会有图啦，就是神经会长肿瘤，耳朵的神经会长肿瘤。他想肿瘤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个肿瘤会头很痛啊，或者是说晕得很厉害啊，他有时候就是听不到了。所以有时候听不到又要去区分说是不是听神经的肿瘤。这个当然就是交给专业的医师了。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这些都没有，它只是老化退化，那怎么办？那就是保护好啊。你说只剩下，例如说你神经已经坏掉了。那另外一边还好好的，那就要保护另外一边的耳朵，不然你2边都听不到，就会很大的问题。我等一下会再提，会有什么问题？不是只有听力的问题。那接下来是怎么办？大概都有经验嘛，听不到，有些人会带助听器。那有些我常常被问的问题就是说，我有差到这种地步要带助听器吗？我说还好啊，我都跟人家讲话都还好啊。其实那是你认为还好啦，
但是你认为还好，其实旁边人都快受不了了，因为每一个有比较年长，他那种都好像很大声，几乎就跟他讲、跟他吵架一样，别人都以为我在跟他吵架，哦，就是他就是听不到。这种情形的话，哈，其实我有一点比喻，就是说，你眼睛看不清楚就戴眼镜，然后呢听不到就戴助听器，最简单是这样，不是说你要完全都听不到，其实完全听不到戴助听器也没有效，你要有一点残存的听力，戴助听器才有效。好，那如果说完全没有听力怎么办？就是现在的科技是人工电子耳。哦，我都笑称以前开一个电子耳哦，没有补助的80万，一只耳朵80万，哦，还可能还不包含手术费了哦。现在都要100多万了，所以等于是耳朵带一个 Benz 在路上走。哦，这是耳朵人工电子耳，大家有些小朋友他是天生就是听不到，那是一定要做人工电子耳。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有些人他因为后天的因素，啊，例如说我刚才讲的突发性耳聋有没有？就是神经有受损啊，他听不到，那他怎么办？他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板，我有个病患就是这样，他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板，他都听不到啊，那员工跟他报告他都听不到，他怎么可以？那开会的时候他也听不到，他就去装一个人工电子，哦，所以人工电子不是小朋友的专利了，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就是成人也可以装，哦，只是说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哦，它需要手术这样子，哦，那我再补充一点啊，助听器啊，助听器，不是，你知道那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叫什么名字？啊，张忠谋对不对？他最近就是有一篇报道，就是说他最常换的东西不是眼镜，是助听器。哦，因为他天天都要开会嘛。哦，那我刚才有跟大家提到，你那个很细的声音哈，以前的传统的助听器，它会把所有的声音一起放大，那个不是数位，那个叫做类比式的，它就很吵。哦，那有些年长者说啊，这差了，虽然有听到，但是他觉得很吵，很困扰。现在的助听器都是数位的，哦，它可以把你的那个，例如说你高频的地方比较听不到，就把你拉上来，哦，所以你可以让你听到比较，如果很多人一直在讲话，你也可以分辨那个声音，哦，所以现在的助听器不是大家想象这样子，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办法的话，哦，如果真的有听力的问题，我建议不要说。有些人是怕不好看啊，有些人是怕花钱，那有些人就是他心里就是不想带助听器，好像带出去很难看这样。哦，其实这个在欧美国家，在先进国家早就已经没有这样问题了。你看那个 Costco 是不是有配助听器？有没有？大家如果去 Costco 是不是看到有这配助听器？那个就跟配眼镜差不多啦。哦，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听力问题，哦，不要忌讳哦。我要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听力下降就是下降吗？不是哦，哦，对，你看我上面打的标题是什么？现在这个是最新的报告，2020年的哦，哦，这去年刚出来，它是发表在《赤裸针》，哦，英文叫 Lancet，哦，大家不要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赤裸针》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期刊，最有名的那个英文的期刊。好，我们期刊都会用那个分数来排名，好，它那个分数是排名第1或第2，好，所以有95%以上的医生一辈子也写的文章也没办法被这个文章接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文章公信力多高。它就是分析12个失智的因子，好，它分析之后，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很多个，我讲几个比较常见的，好，例如说。65岁以上有抽烟啊，有糖尿病啊，有过重啊，或是头部有受伤过啊，哦，或是缺乏运动，哦，又是忧郁的，是高血压、肥胖这些，都是它的危险因子。哦，但是给我第1名的是谁？中年听力下降了，哦，他会觉得很压抑哦。他甚至比高血压的危险因子还高，比肥胖的危险因子还高。比糖尿病的危险因子还高，哦，所以
只要听力有下降，因为听力下降其实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其实它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例如说你讲不到，因为我有些病患就这样子啊，讲不到，他就说那小孩子都不想跟他讲，讲很大声你也听不懂，他常常搞错意思，哦，他就是忧郁啊，那忧郁之后会怎么样？就是孤立啊，他就不想出门啊，或者是他去跟人家跟邻居讲话啊，或是聊天，他都听不懂人家讲话，甚至误会人家讲话，哦，就会是他们就不想出去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然后最后就失智，好，所以大家不要太小看这个问题，哦，特别它上面是写中年哦，哦，所以如果我刚才讲过，我们45岁以上就开始听力就开始下降，好，所以如果你觉得跟人家沟通有问题，是因为听力有问题，要尽早要处理，哦，不要拖。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常见的，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有耳鸣，没有了哦，那勾起大家看，耳鸣是非常困扰的问题，好，那大部分的耳鸣就是退化引起的，就是大部分没有关系，那什么有关系？好，就是我刚刚等一下要讲的这些，好，第一个你要分辨他的耳鸣的声音是不是像我们叫做脉动性耳鸣。脉动性耳鸣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吗？你猜？脉动性耳鸣简单就是像心跳一样的耳鸣。耳鸣有好几种，哦，最常见是那种滴哦，好像有些人会形容像蝉叫，有些人就像蜜蜂在叫嗡这样声音。好，这种脉动性耳鸣就是像心跳的声音。好，就是它会出现轰轰轰轰，它跟你的心跳是同步的。这种耳鸣要非常非常小心，一有这个脉动性的耳鸣，就要赶快找专业的耳鼻喉科医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脑部的血管，哈，为什么脉动性耳鸣这么重要？我们脑部的血管，哈，颈部的到脑部的一个叫颈动脉，就是我们前面这个脖子前面，我们脊椎里面还有一个叫脊椎动脉，好，脊椎动脉它是2套系统，到最后这个地方会到2套系统会供应到耳朵。我这个绿色这个圈圈就是它供应到耳朵的位置，好，就是我右边中间那个图，好，这个中间这个图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基底动脉上去的。这两个动脉，一个叫小脑上动脉，好，它这个就是中间这条就是基底动脉，那个它会供应到我们耳朵。啊，最右边那是蓝色的，那是静脉，哦，静脉这个地方也会跟那个耳朵里面的那个血管会有连接，哦，所以有些人脊椎颈部如果有问题，哦，最近才有一个病例，他去按摩。不知道是不是台湾还是大陆的，哦，应该是大陆的新闻啊，在网络上看到，他就是去按摩，他那个医师可能不是正统的推拿师或是中医师，他就帮他推一推，就后来他就是这个基底动脉，这不是就是这个脊椎动脉，他就是动脉瘤，压一压，然后就差点就是接近中风，好，所以脖子如果不是专业的。不要太过度去揉，这个大家要小心，不是我在这边恐吓大家，是真的有这样的病例出现，好，这个就是实际上的 case 啊，好，这个比较少见的，就是大家可以跳过，就是中耳会有一些血管的肿瘤，哦，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因为那个光线的关系，就是它在耳膜里面会有一个像血管瘤的东西，好，这个不用管它。在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血管摄影的时候，好，大家看到这一群雾的血管壁，好，这个就是要动静脉畸形。动脉跟静脉中间一般它的连接是，如果是正常的话，就是像树枝这样接触而已。但是有的时候动脉跟静脉会有很奇怪，会特别粗。哦，它会连在一起，就会像刚刚那个图这样子。啊，右边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用血管去
从这个我们腹股沟这个地方做血管去把它栓塞住，就像我们做那个有人装支架一样，它就是经由这个血管的路径去把它那个血管塞住，这种都会产生我刚才讲的脉动性耳鸣。接下来就是有一些动脉瘤，这个图可能大家看不清楚，这个地方，这有一个红色的标签，这边有长一个动脉瘤，这个地方，这就是颈部，这是前颈动脉的这个地方，这是我们脖子这个地方，这个有动脉瘤，你想看这个样子就知道，你如果不小心去按摩它啊，或者去压迫它。那里面的血管你会爆掉，所以脖子不要随随便便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不要随随便便去按摩，过度的按摩，特别是有那个耳鸣的现象的时候，如果说你听到轰轰轰轰，像心跳跟频率一样的那耳鸣的声音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做颈部的按摩，还好这个几率很少见。那另外就是刚才讲到神经会长肿瘤，这个在医疗上是还蛮常见的，它造成就是什么？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听力的图形，红色是右边的听力，蓝色是左边的听力，它这个病患的表现就是他听力稍微下降，就会产生耳鸣，就低音，它就是这样子，它也没有什么头痛，走路也没有不稳，也不会晕眩。他就是听力，就是发生耳音而已，结果后来他检查出来就是有长肿瘤。刚刚有讲到嘛，这是耳瓜，这个是前庭，耳瓜神经跟前庭神经是分开的，它这个在这个神经这个地方是长那个肿瘤，它那个是电脑断层的图，就一个白白的这个就是变神经瘤。这个怎么办？这个通常就是要么就是手术，要么就是用放射线去处理。我们教会有一个教友，就有这个问题。我不能说是谁了，就是有一个教友就是有听神经肿瘤，后来他是做那个伽马刀，就是用神经外科他们会有一些放射线，去处理。好，那接下来就是刚才讲到中耳积水，大部分大人就是鼻窦炎引起的中耳积水。刚刚我讲到一个管子，对不对？这个是中耳，这个就是耳咽管，耳咽管就是跟鼻子相通的。大家如果有爬山、坐飞机，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懵懵的？就会觉得不太平衡，耳朵好像塞住一样。那个就是因为这个管子它的功能不好，它正常它是要打开，如果说压力太大，它打开让压力可以释放。它有时候因为它肌肉太紧绷，例如说睡得不好、过敏，或是有发炎，它就会这个管子会闭起来，闭起来没办法平衡压力，你耳朵就会觉得懵懵的。为什么讲说中耳积水很重要？就是如果成人有中耳积水，要很小心很小心。除了鼻窦炎之外，因为鼻窦炎虽然常见，但是不会致命。但是如果你是中耳积水，然后又是单边，那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最近才有几个病患就是这样子，而且不是男性有些是女性，不要因为鼻咽癌跟抽烟喝酒、嚼槟榔这个坏习惯都没有关系。你不要想说你没有抽烟喝酒、嚼槟榔你就不会得鼻咽癌，没有，这个跟基因有关系。所以如果只有一边耳朵懵懵的，医师又跟你讲积水，你就是要非常小心。这个病患就是这样，你看那右边的耳朵，红色是右边的听力嘛，我再讲一次，蓝色就是左边的，他的右边就是听力不好，去检查就是中耳积水。那这就是再复习一下，这个是低频，对不对？就不是我们常见的，我们老化退化或是神经受损都是高频，都在这个区域，它就是在低频的地方。所以它造成耳鸣的声音就是比较低频的，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不是那种叮或者像蝉叫那种声音。然后呢，检查之后呢，它就是发现有中耳积水。它最右边就是看
个图好像看不太清楚，就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地面，这是一层水在像一个地面在这里。啊，当然大家不会去看到这个，这个就是耳鼻喉科才会看到。哦，那刚才就是讲说，这个耳咽管就是通到鼻子后面，哦，就是通到鼻咽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有长肿瘤，就是这个最下面有长肿瘤，就会把这个地方塞住，它里面就没办法通气，就会生出水来。哦，所以这个就是比较要注意的。好，那当然就是要交给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医师来处理了。哦，好，讲完了，学术的东西讲完了，接下来讲一点比较轻松的。哦，就讲到轻松的哦，就是分享一下个人，就是我自己的那个经验。为什么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从前风闻有你。然后呢，现在亲耳听见你，好，我个人的一些在医疗方面，还有跟病患接触的一个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图就知道中耳逆眼。哦，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俗语叫做“人康袂惊”因为我台语不是太好。贵。对，就是这个意思。哦，就是。有一个俗语叫做"好骗歹假"啦，哦，"好骗歹假"就是你叫做好的事情呢，他知道要去做，但是就听不下去，这个就叫忠言逆耳，哦，忠言逆耳。那大家各位长辈都一定有小孩子嘛，哦，就是那公给听，哦，我们都是为他好啊，或是怎样，他就是不听，哦，我们人就是天生就是这样子。拍谁？我从小就是这样子。我是很叛逆的小孩子哦，所以我从来人家跟我讲什么，我都不太听哦，就是要照我自己的方式做啊，所以也怎么讲，也吃了很多苦头了哦。因为我之前哈，我分享一下，我现在是在桃园开业，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是回到医院去，哦，回到医院去，因为我自己喜欢开刀。好，我想要做大医生。好，我在医院的确是帮那个癌症的病患，像那什么鼻咽癌，刚刚那个都是我处理的范围里面。好，鼻咽癌啊、口腔癌啊，好，脖子的肿瘤都是我在处理。好，因为我想当大医生了。哦，那时候我自己那时候就很骄傲。哦，就有一个病人，我记得一个病患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他是一个有鼻血而已。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这简单这么简单这样子而已，随便就解决了。我那时候就是太骄傲了，就是大概就是一个80、90岁的一个阿伯，他就是有鼻血，我就想说帮他止一下鼻血啊，因为他有长息肉，鼻息肉，然后就把他手术之后，结果他就一直流不停的，流血流不止哦。怎么止也止不了。我们那时候我们的院长我们那时候的副院长还跑过来，因为那是我们耳鼻喉科的前辈，奇怪怎么都止不了，我就很慌啊，因为那时候就是如果止不了那个，我就要负医疗纠纷的，我就赔不完了，所以我心里很害怕，对，那时候才刚接触这个基督这个信仰没有多久，所以我以前都是就是讲的忠言逆耳，牧师讲的我也不太想听，然后呢，人家说要来聚会，我也没有聚会，人家说基督徒要读圣经，我也没有读圣经，都没有，全部都没有，就只有说我知道有这个上帝是真的，然后我就都不管，就一到医院，那个我刚回医院没多久，大概是在3个月之内就发生这件事情，我就很害怕啊，那怎么办呢？没路啊，只好跟上帝祷告，剩下这一步了，因为我那个连我那个最有经验的那个副院长来指，他很奇怪，他来的时候就不流血，他走的时候就流血，就换我一个人在那边处理，每次都这样，所以那个阿伯搞到大概5、6个钟头都没有办法止血，那个老人家只要没有止血就很危险，因为那个血块会呛到的，随时有呼吸的问题。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只好跟上帝祷告哦，因为以前很不听话，忠言逆耳都不听哦，到最后出事了才要跑来跟他祷告。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感觉上帝在对我讲话哦。我以前听有听没有懂吧？他可能有对我说话，我听不到。到最后终于有听到他对我说话，他就叫我说不要担心，这件事情会过去。哦，那你大家可能想说啊，那个是你肯定欧北行为，那个是你自己安慰自己啦。哦，我自己那时候也是觉得说，那应该是我自己安慰我自己的。但是后来想想啊，不可怜啊，你那时候已经很害怕、很失望，怎么可能还自己安慰自己？哦，大家不太可能。如果大家有很失望、很害怕的经验，怎么可能自己安慰自己可以走出来？对我那时候就是很清楚的听到，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哦，就是说叫我不要害怕。后来就这一次就很神奇的就解决了，就是我就突然就很有信心，就去把那个阿伯就把它插管就是我们本来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就把它插管，然后把它鼻血就找到出血的源头，把它止住，然后送到加护病房。那后来那个家属还跟我说谢谢，我心里是很对不起他，但是他居然跟我说谢谢，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在对我说话，这样子。对我很喜欢这个，我很喜欢这句话了。这个在罗马书里面哈，我们圣经有一些话，就是其实跟我们俗语很像哈，就是我讲一下给大家知道啊。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哦，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俗语。哦，人讲袂听，啊贵看一直行。哦，这是俗语，都是类似这样子。哦，有知道这件事情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去做。哦，所以可能是我那时候上帝要让我踢到一个大铁板，哦，让我改变。哦，这个是为什么叫陈时中？他们这大家很有名嘛，叫陈时中。啊，为什么要这个照片？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要诚实面对。诚实面对就是我们自己想想，我自己生命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以前太骄傲，因为我学了就是医疗知识很丰富，我手术经验很丰富，我就很骄傲，什么都不想管。就像可能各位长辈面对家里的小孩啊，是谁啊，都会这样子啊。你就跟你想好的事情，你都不去听啊。但是大家有时候回过来想想，有时候小朋友对那个就是你家里的小孩对我们的讲，我们也不想听。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说是什么？我吃的盐就比你吃的饭较多，你搞我讲啥，我要听啥？这个就变成有一点点，就是说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这是我自己很深的感触，就是你只要听不见别人的意见，就很容易出错。不管是我所讲的，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你都要去听，但是要小心判断。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对自己诚实啊，自己个性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有什么样需要改变自己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只是你看你要不要去改而已。我想大家都知道自己人个性的缺点，但是一定要诚实。我是觉得至少要诚实，诚实才有可能改变，诚实才能够诚实中。好，所以我们为什么防疫现在还可以做的还算不错，就是我们诚实嘛，对不对？我们诚实的面对有什么疫情，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才有疫情，才有现在比较稳定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不要因为我自己的骄傲，因为我自己骄傲，所以我听不见别人对我说什么话，要来教会聚会啊，或者是我太太那时候劝我说，就是来教会跟教会的长辈，我也不太想。我当初还没有信主之前，我都不太想，我说干嘛？
就是他们有时候我知道我讲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听，那他们讲的我也不太愿意听，但是我现在开始慢慢的，我们在家里面每一个礼拜会做一个分享，就是我要静下心来去听我小孩子讲什么，你才能知道他想什么，才能够去针对他的问题帮他解决。因为我想说，大家都很爱自己的小孩嘛，也很爱自己的长辈，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让他们过得更好，那就是要听他们的需要。好，大家又回来上线了。刚才网络有一点问题，我直接讲最后了，最后一张了，就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像我刚才分享这些医疗知识啊，我觉得帮助大家有帮助，一定会有帮助，也会有很多的可能大家刚好遇到这些问题，但是以我在医院的经验啊，我之前在医院都是处理那个就是头颈部肿瘤的病患，那有一个病患我印象很深刻，他是很年轻，大概30岁的年轻男生。那我帮他开刀了，他是做完治疗之后复发，然后我帮他开完刀，开完刀也治好了，他的病是完全痊愈的，但是他原本跟他家人的关系是非常差的，那他就从小被人家送到就是不是亲生父母的家里面，然后后来才接回去，所以他跟他家里的关系很疏离。那时候我就劝他说，那不然去教会，然后后来他是去了，但是他就去了之后就没有再去了，就很可惜，就是我就是接触他5、6年，直到我要回来桃园开业的时候，我看他每次都很不快乐，因为他跟他妈妈很关心他，但是他跟他妈妈都要分开时间来，一个前一个后这样子，他们从来就是不会在整间一同出现。我就觉得说，我有个很深的感触，我在医院能够开刀就是我知道开刀可以很成功，这个病患的病可以被医治，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医治这个人的心我觉得这个心甚至比他的病更重要，因为如果他这个心没有被医治为什么教会要办这么多跟心灵有关的一个课程？很多那个心理师啊，都很经验的心理师都要来帮大家上课。我觉得心有时候的病真的是会带出很多身体上的疾病。就像我遇到的口腔癌，他如果不是心里没有办法发泄，他就不会想要去嚼槟榔他就不会想要去抽烟他不去嚼槟榔，不去抽烟，他就不会得口腔癌。所以我觉得心还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小小的心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希望，然后呢，我们心里每天都有盼望，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事情。那我知道我自己找到了就是我在我们的教会找到，那希望大家不管是线上的朋友，还是说实体的朋友，都希望你们能找到这个希望，这样子。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再跟大家分享，在马太福音7章8节，他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求的就得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希望说大家如果能够仔细去听听看心里的声音，诚实面对心里有的需要，然后能够旁边的朋友，然后有给你一些建议，例如说来教会来听听看牧师讲道，你试试看，去敲敲门，你有需要去敲敲门，我相信这个给我希望的上帝也能带给大家希望。谢谢大家。各位如果有问题的，现在可以请那个我们的讲师张医师来跟我好来请问，我这个幼儿曾经去看过耳鼻喉科医师那有积水对，治疗了蛮久了，然后他说会慢慢消失，要不然就要挖个洞让它流水出来。但是过了这么久了以后，我发现
现我的这右耳的听力好像减弱了很多，是这样的原因造成。你说是不是？我确定应该如果这么久，应该不是鼻咽癌，所以可以先放心。因为第一个鼻咽癌有它好发的年龄，大概就是40岁到60岁。如果是超过75岁以上，几乎不会是鼻咽癌。但是为什么还会有积水？就是我刚才有看到。我找一下，不好意思，大家等我一下。这个耳咽管是通到中耳的。有些人他因为鼻涕倒流，就我刚才讲的鼻窦炎，或者是胃酸逆流，会造成这个耳咽管的功能比较差。比较差之后，它就是，所以通常是两边比较差，但是会有一边比较严重，所以有时候会，大部分大概会有两边的积水。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只有单侧的积水。所以如果说排除说是鼻咽长肿瘤，或者是说鼻窦炎之后，还是中耳积水，那个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它功能性的问题就比较难恢复了。所以一般就是会建议装管子。就是这个路不通了嘛，我们就在耳膜上打一个小洞，让它通，意思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洞如果说小小的用针戳一个洞，它1、2天就愈合了。所以一定要有个管子把它撑住，它才不会愈合。它不会愈合，它那个才有办法通气。那个管子通常可以撑半年，至少。有时候多的会到1年半。它就是希望这1年半之后，你的耳咽管看会不会恢复。如果说不能恢复，就是有些人就要反复装，因为它1年半它就掉出来，那个管子会掉出来，所以要反复的装，有人装5、6次。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方法，就是这个管子不通。我们可不可以像那个做心导管一样装一个支架就直接用？有人这样说，但是那个都是比较后面难处理的方式才会这样子。至于这位弟兄讲的会影响到听力，对啊，因为那个积水它一开始是水，它久了之后那个水分丧失之后就会变很黏，像强力胶一样。我刚才有说这个我们听力是要靠这个听小骨去传导。那个强力胶会把这个听小骨黏住，它就没办法传声音，所以听力会下降。真的没办法，就是听小骨真的受损很严重那就是只能开刀。不然就是你不要管这个，就直接用助听器的。现在助听器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那骨导式的那个耳机？就是用震动骨头来听声音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上网去看看。现在耳机不一定要装在耳朵有些用靠震动骨头就听得到声音。所以有些人就是用助听器，就是装在骨头里面，就可以不用这一条路进去，他直接用震动骨头让它传声音，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3个问题的。哪一个？是第一个，永琪姊妹嘛，耳朵痛，目前右下半感觉麻麻，舌头也麻麻，味觉异常。对，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很明显是神经的问题了，因为那个痛觉的感觉是第5对的神经，味觉是第9对的。然后呢，耳朵会痛，耳朵痛就很多神经，第9对也会，第5对也会，所以可能要看一下，第一个要排除有没有中耳炎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看神经的有没有病变。那如果说通常最常见还是一般的，例如说3叉神经痛那有时候是跟睡眠啊、压力啊这些自律神经有关但是当然也有少部分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有时候筋神经会长肿瘤，那个有时候也会，所以还是必须要亲自看到再来做判断会比较好。另外一个问题说，我是有耳不挖很难受，要怎么处理呢？很痒其实不挖很难受有时候
油的耳朵反而能够让耳道不要那么干燥。有时候很痒，是因为你挖的太干净，没有正常的那个油脂反而更容易痒。所以我大部分都跟我的病患讲，如果你真的受不了就是要擦一点药膏啊，油性的，像凡士林啊也可以，或是眼药膏，或是说再痒一点，可能就是擦一点霉菌或是含有那个类固醇的药膏，都可以止痒，不要说清的太干净这样子请问 Costco 的助听器品质好吗？应该是不错啦，但是我自己没有，因为我们都是跟专业的助听器的厂商有合作一般因为他们助听器厂商其实也不是制造助听器，他们会去就是说他们自己有专业的管道是看世界各国的助听器哪一个反应比较好所以我们每年会举办一个医学的讨论会，他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就会展示他们的那些医疗的器材。那 Costco 可能只会进美国的，但是现在很多都是德国的，所以我老实讲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完全回答不过应该他敢在那边卖，应该是助听器品质应该是有相当的水准的。不过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至少最便宜的可能都要3、4万以上，最好是选中阶以上的助听器会比较好，不要选太便宜的。问就好了。啊？那个结问就好了。好，我右耳的神经断掉，主要靠左耳，但我中低音听力损失，所以只要中低音会听不清楚。神经断掉大概我不太清楚神经断掉是什么，有时候是外伤那现在所以只能靠左耳的话，就是中低音听力损失这一部分可能要做一些检查，是不是中耳炎的后遗症？如果是中耳炎后遗症，可以用手术来处理，但是不管要不要手术，都可以戴助听器的。所以现在助听器其实还蛮进步的，所以可以建议说用助听器这样子后面还有他如果是吃维他命有效。这些神经问题吃维他命 B 群有效吗？会建议长期吃吗？量要吃到多少？一般我们医院只要是耳朵神经怀疑有问题，是会开维他命 B 啊。但是老实讲，如果是神经受损了一般你吃维他命 B 应该是没有效果的这只是说让你的，一般我开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有一些耳咽管的问题，跟睡眠压力精神不好会造成耳咽管的那个肌肉比较疲劳我会开一些维他命主要是那个肌肉的关系，神经如果已经受损了理论上吃再多维他命 B 剂量再高也没有用这是我个人经验，而且对耳鸣几乎没有用，所以你如果是耳鸣要吃维他命 B， 基本上应该是不要但是我发现有些病患会对那个银杏有效，因为银杏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所以银杏对某些的耳鸣有效，但是也要看情况，不是每一个都有效，还是要评估。如果这个病患有其他的问题，就要合并其他一起解决。例如说，他有睡眠呼吸的问题，有打呼的问题，有鼻子过敏的问题，有鼻窦炎的问题，那个很多问题会有耳鸣的问题。所以耳鸣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耳鸣的这个医师他应该可以得诺贝尔奖，因为现在耳鸣的机制还不是很清楚。希望有回答大家的问题。我现在就是在那个医治当中，那为什么？就是说我已经有两三年了，偶尔会发生这样，就是呼气，他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对，吸气也会听到自己的声音，跟你讲话也会听到我的声音，就是引起共鸣，所以那种现象很痛苦，所以我就很久我就一直都没有看医生，我就常常用这样
头低用低的，低头它就会好一点。但是后来我在想，这不是办法，最近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最近有去在林口的一个中医师地方，他开这个药给我吃，结果这个药吃了还好啦，但是我在想，这样子吃药有效吗？因为会引起共鸣。这位姊妹哈，你的问题我判断了哈，我判断应该是叫做耳咽管开放症，就是本来我刚才讲的耳咽管功能不良是这个塞住，那有些病患他就是这个管子太通了，那为什么会太通？通常是突然瘦太多，体重瘦太快，那旁边没有脂肪帮助他把这个耳咽管关闭。所以它会一直通通的，所以他有时候讲话会有2个声音，一个是从前面出来，经过耳朵听到；一个是直接从鼻子后面这个地方听到，所以它会有2个声音。那的确是蛮困扰，不过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可以用一个手术的方式把这个稍微把它关紧就可以。那另外一个问题，要吃什么？吃胖一点。吃胖一点就会好一点。因为我食欲很少。对，所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要把这个耳咽管把它稍微关住一下。可以有一种方式手术可以让它关住一下。他开这个药给我吃。吃药一般效果应该是我猜啦，应该是肌肉松弛剂之类的，大概有帮助的不多了。这个可以好吗？会好啊，如果你不用开刀。变胖就会好。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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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好。鼓励你吃胖一点，加油，吃胖一点，补充一点营养。好，谢谢。如果我想今天已经时间超过很多张医师是我们这个在这边演讲是第2次的，那当然这一次是实体的所以就会分散张医师上次我有跟各位报告过说，他的诊所的地址很容易找，就是在艺文中心，我们中正路的艺文中心，在后面那边是南平路的一间耳鼻喉科我想各位都从他的演讲里面我们就可以听得到，因为我也去给他看过就非常细心，非常仔细，而且呢手非常轻巧如果你们去体验一下张医师是非常好的医生我还以为说那个讲师以后可能就以后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够再请他来演讲，但是他有讲说不一切的问题他也会讲，所以我们会找师当然还要再请他多多准备，然后再请他来演讲因为张医师我们是非常难得请到他而不只是这样子他实际上他骄傲他现在已经不骄傲了他骄傲有名的，对，他的女儿是读我们武林高中，结果呢是什么？现在台大医科他小孩子教得非常好我想，而且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请他们的夫妇来这边来告诉我们要如何教小孩子，所以不只是医学方面的请他的帮忙，还有一些教养孩子的部分也有，所以我们是希望各位如果有空的话，都来我们这边，实体的上课或是网络上课都可以。非常谢谢他。谢谢。我今天讲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张医师他是毒气验出来的，所以做这个依然战胜，然后担心什么都可以去看，就这个是而且他们这样牺牲一个早上的门诊来我们这边上课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感谢他谢谢大家。好，谢谢。那个刘护士，谢谢大家，谢谢。线上的有跟大家再见了吗？线上还没跟。来，谢谢。来，
谢谢大家啊！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到这里，每一次哈，我们的讲座都是精心的邀请哈。那请你如果有需要跟我们连结的，或者是你有想要再问的问题的都欢迎你可以留下你的这个疑问，或者是你跟我们的粉丝网来连接。那我们就是会不断会有给大家有关这些的讯息。譬如说不只是我们松林大学的我们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也就是什么年龄都会有也有幼儿的、儿童的，还有青少年的，甚至于我们对青少年，我们是有免费的全科的这个辅导请如果有需要，可以跟我们联络。还有年轻的夫妇，我们有夫妇的团体，还有德福我们的这个银发族的那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的联络，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平安，下次见，拜拜，拜拜，谢谢大家，燕竹姐。我看到还有几位在我们的当中世成兄，拜拜好好吃饭好，我看到我们这个丽华姐也是这个怡文吗？这个我可能就比较不认识。好，上帝祝福你们，拜拜，拜拜，下礼拜见喽，拜拜。